实在，两位大人啊，功劳不细呀。不敢当，实在不敢当。辛苦创年丰四海，才含干家，恰过两位恩师啊。多谢两位恩师，多谢了。共同学习啊，互相指教。我讲二位大人，千岁，以往朝廷天师，万岁都系满地为乜解咧？文章不顾，诗词歌赋，言之所至，随心所欲啊。明白了，有套系文章考试编，诗词见才情，辛苦创年丰四海。才你今日及天，想必一定係感慨良多。你就用四季青年當天作答啊？司機呀，青年，啊！哎呀！天师诗词靠感慨，红诗啊，全心还是唔记得晒，应该是啊，有嘞，好，俺家就有了。有嘞，行嘞他，祖上记得蔡英健。好，你，好的哪位呀？各邦各中，不忘祖先，都该是好吧？白山好危险啊！骨了情，这乃是治国安家之根本也。尤其啊，为人强气，不通树林之功德，难得啊！下一句贵人相处双九天。娘办起好啊！常言贴天，公贵贵人，表该系该你呀！个人啊，那是无义，这天下无托；人啊，那是有义，这天下有托。一桩义事啊，俩那是治国才家之根本也。个就文法来讲啊，祖上对贵人，积德对相处，个阴间对流年，这平平，这平这平平，这平，一三五论，二四六分明，可见是人春季持久之托啊！接等讲，千岁，生逢其时，天开年，命中注定系创业。好，娘
办好呢？哎，天za君王爷9000岁，非人食材。江东良不为一列提拔，该社子起出呀，召见奉恩，之后当真所谓啊，身逢其时，天开眼，有种个感动，就在了死里之间了啊！这感通之意啊，满腹的痴心，素昧有力，何一个把妹呀？既然如此，就承包推荐吧。去变9000岁，手上手已经消耗，9000岁强看。你为太阳人功劳大，此人来可外孙啊，有才也烦啊！看你见那女哟，天地开，相同對仔呀陪，樣樣啊煩啊！去变9000岁，下官有一事想要求，只是不敢开口啊。你反講無妨啊！呵，9000岁呀！來我裝神啊，你就會出家。我真是你呀吧，可年那吧。我望去我前那，所以就來陪我呀。說是那本那言啊，那全家來把啦。做唔得，做唔得啦！好的，哎，这下官也有一啊！这天生乃貌啊命呀，英文那孙啊，大家年大，送回呀夫呐。现在就繁忙前那，所以啊，多說大客大，我嚟家一個童年那一幕啊。繁忙9000歲多麼呀？做唔得，做唔得啦！做得，做唔得啦！做得。哎，通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，喜事、美事
洪熙海呀，你以后啊？这啊，千岁啊，俩真是嘿，做唔得，做唔得。做得啦！错个送去你门呐，俩真是做唔得做啦。得啦！做得。用办做唔得啦。哎呦，千岁，万岁已经有气势了。啊？真不寻，真难忘，错空自己如下头，终言体面表金光，怎敢做个负心郎？万梦猎物多体谅，我用半生死当中。看唔出来，你还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呐。高风亮节啊！嘿，两门个情事下官判听了。啊，做唔得啦，做得啦！有情有义，这两门情事，我看看为哎盼呀，呐。做唔得啦，做做唔得，得啦，做得。哎，嘛该做得做唔得，老夫一言九定，此事就按样听了。哈，夫人，你太不灵头了。唉。两位呀，从今啊，相陪哟那相陪，千岁东边啊，来做爱，送老君啊！夫妻呀，你呀兄啊，多恩爱哟那多恩爱，死去以后啊，就开开。唉，唉。哎呀，重言公啊，你已经中了重言喽，你又为何叹气呀？先生，啊？先生我过言，嘿神啊神啊神啊，死啊害呀，能说啊干啊！
真的呀，难啊，水呀，是天啊，风哦，我左右为呀难，心风啊乱啊。太宁啊，俩有何难啊？太宁何不在请一个偏僻的地方，偷偷的将您赎你来？嘿，安样不就做得了吗？哎呀，先生，你敢做得？哎呀，用饭做不得啊，不就是一个偏锋吗？呀，偏锋顾名思义，就可以在一个偏僻的地方，再请一间房嘛。哎，先生啊，人家是千金小姐嘞哈，骗佢做车嘛哈，就委屈佢嘞，稍有还要骗佢偷偷做车嘅道理，啊，做唔得啦。哎呀，重言讲啊，有头黑骑马，不你掐，给掐嘛，不你跳，你跳跳给做掐嘛，咱系送皮嘅，不屁呀！有安用嘢講嘛？有，當然要按用嘅講法啊！嘅就請先生多多都係幫忙你啊！啊，奶呀、當然啦。就包菜我嘅身上，不過了包嘛。包啊。哦，太宁请放心，你呀就准备享受了财宁之福吧。先生，這就麻煩多謝你咯。包菜我嘅身上放鬆了，放鬆了。誒，唉，真是有福啊，佢呀，都唔會想啊。相公，稀罕。看你两眼送情落泪，莫非是为了重烟功那恰之事吗？啊？先生啊，你样扮见地呀？这嘛，我爱您不敌，除非计莫为嘛。
先生，苍蝇哥来信祈求，我唔得样办就好。哎，这嘛，哎，有了，哎，这嘛，这嘛，哎呀，这嘛。啊，先生，呀，有朋友你识了，孟先生自告自告啊！夫人放心，保在俺的身上啊！佢唔得，我样办做啊？哎，有钱俺就好讲话。夫人，你多用是疼爱的安排吧？啊？先生，你要能做我，你向外天重金搭车。耶，包在俺的身上，一定要听疼爱的计划啊！冇问题。不用你过来。这版呐，那就都请先生咯。放松了。哎呀，哎呦，这2、3个钱本来穿个就简单咯，哎。中梦体娘梦中好，东门是何门何？只爱上来把思考，从梦也能中等可。哎呀，一风松，哎呀，一风松，风松是哪有？从梦也能从。